2025年6月11日，風雨來臨前夕，一隻雌性混種犬終於喺雞頸馬路被市政狗房成功捕捉。呢條沿山而建嘅山路，人煙稀少，行過嘅人少，留意嘅人更少。棄養唔係偶然，而係有人精心揀咗一條唔易被發現嘅路。原來早喺2個月前，佢已經喺大潭山附近被人見過，警覺性高，唔易接近，一直等到風雨前夕，先終於被捕捉。可能連天都唔忍心見佢再受苦。年紀只有2歲，卻殘如老犬，長毛打晒結，成身污糟邋遢，雙眼無神，好似流浪咗好耐。經檢查，佢患有小焦蟲，嚴重貧血，甚至有機會需要輸血保命。見到食物嘅時候，佢撲命咁食，睇嚟好耐冇食過嘢。我哋為佢改名叫蝴蝶，就如呢場風雨嘅名。希望風雨過後，佢可以慢慢蛻變，重新展翅。每一隻被棄毛孩背後都有心酸嘅故事。你願唔願意成為改寫故事嘅一份子？支持助養計劃，陪住佢哋一步一步走過風雨，走向希望。